5號坑的開箱儀式引來了不少遊客的圍觀，即便是隔着展廳玻璃，他們也感受到了這個黃金坑帶來的視覺衝擊。薄如蟬翼的金箔片，造型奇特的金鏟鏟，紋飾繁複的象牙珠。在發掘初期，5號坑還出土過半張黃金面具，净重280克。據此推測，完整的面具會是三星堆迄今為止最重的金器。哎呀，我觉得这个坑是真的，所有坑里真正的最考验人耐心的一个。这样没耐心的人，轻一会儿就要崩溃了。跟你想象的一樣嗎？不是很一樣，感覺挺碎的。比你想象的還要更碎，是吧？是的。實驗室發掘讓李海超能夠更近距離地觀察到這一坑碎渣之中隱藏的信息。我就老預感到這個下邊有一些大件的東西，就在這個底下。不能說國寶級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這種文物在裡邊。這個起碼是一件。它最大的特點是它特別厚，特別厚重。我估計這個東西至少有1斤以上，我估計得有。它可能原來這幾個槽裡邊都鑲嵌了什麼東西，所以它裡邊有一個卡了一個槽，它再用一個什麼東西就形成一個鎖扣一樣的，是吧？就給它卡在了這個槽裡邊了。所以你看，說是沒規律的話，你去看起來它是有點規律的，是吧？你起碼這些黃金重器大件的東西，它主要在這邊，那邊的話金圓片比較多。你看這些金圓片，其實很有意思。其實你仔細看，它每一個是有一個穿孔的地方，它不是獨立使用的，它是一個附屬品，不管是放在衣服上還是放在哪兒，它只是裝飾用的。殘片上的穿孔工藝、網格狀的分布規律，還有之前發現的絲織品痕跡，李海超猜測這裡可能埋藏過一件高規格的華服。所以這些到底代表着什麼樣的一個行為，這都得要去考慮。我們做發掘的時候，你就得要腦子裡面要一直轉，就要帶着這些問題去想。破解5號坑的碎片密碼，還需要經歷漫長且枯燥的發掘。作為三星堆唯一的一位三坑之長，李海超每天都在為他的吸渣體質犯愁，但他始終相信，這些看似無序的碎片將會圓滿三星堆的故事。